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牵涉反渗透罪开庭，另外一位中校孔环家违反国安法，判5年4个月。美国总统川放掉单判期限到，若是超袂好势，就要甲伊朗规个毁掉。伊朗官方竟然号召少年人用肉身保护基础设施。巴西里约热内卢帮派甲警方起冲突，公车去互放火劫去，萨尔瓦多政府掠乌刀，超过9万人互掠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牵涉反渗透罪，今仔日开准备庭。这法官是有展示徐春英甲中国官员对话记录，包含金华城案的进度、你经受接班的代志等等。不过徐春英是回应讲，只是咧开讲尔。也那另外一位牵涉强谍案的前国防部军文社中校孔环家，判刑5年4个月确定。对问题无加讲，赶紧离开。伊是张金明，涉嫌甲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联合听中国统战官员的指示，伫台湾将事不法，互人告涉犯反渗透法等罪嫌，测试头一届开庭审理。坐警备车在爱徐春英，即届嘛，互人提醒到庭。法官提伊甲民叫上海市委总统会前副主任孙宪的微信对话，两个人捌讲到金华城案的进度，你曾受接班立委等言论。不过徐春英抗辩讲是伫开讲，伊嘛否认有动员中配挺郭文铁，佮讲真侪中配本身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即届准备庭无认有犯反渗透法，甲伪造文书，敢若承认炸台甲地下汇兑。你有都认罪了吗？知道妈妈炸大了2700多万吗？伫法院开煞无愿意离开，徐春英姓部的查某囝共款卷入炸台官司，母女拢互人告共同炸台将近2700万。徐春英的查某囝伫庭上认罪，不过讲无不法所得，请求会当判完刑。吴小姐有没有什么想说明的？为徐春英伊的查某囝甲伊伫台湾的朋友，全然拢总是人红起诉，法院持续审理。不过，甲中国渗透有关的案件，毋是头一届出现，也有军人牵涉强谍风波。前国防部军文社中校孔环家，就以招台旅游的方式，招现役军人去中国，暗过无成功，互人依照国安法定罪判5年4个月定案。原审撤销第一审之科刑判决。改判论处被告对于违背职务之行为收受贿赂、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行之判决，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判决并无上述意旨所指违法，量刑亦属妥适。真侪届收钱为中国协助发展组织的孔环家，一审判刑5年6个月。二审认定伊虽然伫咧做兵的时阵互吸收，不过退役才开始发展组织，而且已经自闭缴回犯罪所得，该判5年4个月。最高法院已经驳回定案。记者采访报道。南北合作推派人选选家己市长，初选的结果已经出来啊！确定是由民众党的前立委张启凯来出战，对战民进党的立委王美惠。因过去两个人经营声势方式是真无同，张启凯是较高操作议题，网络空间较有优势。也若是王美惠是较接洽乌托邦甲选民盘烂，用绿箭来经营形象。也那另外一边，咱是来看首都台北市，这民进党到底是要派啥人来对战现任的市长蒋万安呢？民进党选对会今仔日开会，讨论的人选是包含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立委沈碧荣等人。面对这对手也不明的情形，蒋万安是干那强调讲会专心拼市政。甲我的竞选总部主委谢多霞。由洪秀良的手展现团结的气势，南北家己市长初选民调结果出来，由民众党参选人张启凯赢，是南北示范区头一个决定的人选，要对民进党提名的立委王美惠。张启凯表示，这是属于南北合的胜利。这一次是蓝白示范区的胜利，在之前我就跟寿良我的兄弟约好，这一次不管谁在民调胜出，另外一方都要强力的支持他。这个竞选的过程，我们双方很努力，但是我们双方都没有坏话，我们都互相鼓励。去年底就得到民进党提名提早布局的王美惠强调，希望后续的市长选战会当伫理性正面的基础良性竞争。
我伫家己经营22年，一步一脚印，始终甲咱的乡亲徛做伙。首都的选战嘛开始变激烈，民进党选对会初次开会讨论台北市甲通市长的提名。根据转述，锁定由法务部处长黄世杰参选通市长，1.5月初正式提名。但是台北市是考虑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立委沈碧荣、范云，也有壮阔台湾创办人吴怡农。我觉得本党大家都是最强的人选，那只是说现在到底谁适合来选台北市长这个位置。我一再强调，离选举还有段时间，那我就是全力的专注在市政上面。嘉义市在野整合定案，那赢彰化县长的人选煞难产，国民党中央则宣布未要办初选，想要直接定调前区议会主委魏平正，当时嘛调整人事，要互现任县党部主委谢依芳接任中央副秘书长。不过谢依芳虽伫面册发文表明未接副秘书长。会继续争取提名，这原来互选情搁较无法度预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是为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访问台湾，今仔日见总统赖清德。众议员卢恩是强调讲，咱台湾是一个印太区域的中心，对美国真重要。也那另外一位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班克斯，人即阵嘛伫咧台湾。伊过去是捌伫因的国会听证会，观测咱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建议赖总统点一个中文，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国安任务小组拢总4个众议员来台参访，各送赖总统一份国会表彰记录。We recognize the threats to Taiwan's security are real, and the RSC truly believes i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nd this is included i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Deepen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 not just good economic policy, it is a sound strategy for both our nations. 带团的美国众议员卢恩表示，这届访团来台，希望传达美国对于台湾的强烈支持。佮讲台湾伫印太区域的中心，对美国安全欢迎真重要。同一时间，共和党籍的美国参议员班克斯嘛来台访问，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伊，真正捌伫听证会关心咱国国防特别预算。How important is it that Taiwan pass a special defense budget to fund these types of capabilities? Well, I wouldn't comment specifically on the issue of Taiwan, given its sensitivity. In general, 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step up to defend themselves if they expect us to potentially defend them. So I think that message is really important. AIT 甲外交部讲，班克斯一定拜会赖总统甲政府高层，就台美安全、经贸甲区域情势这议题交换意见。拄啊拄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访问，而且南洋党团提案要求延后国防特别预算协商日。美国国会国防团为3月底访台的参议外委会议员夏欣、孔希恒等人小连续来台访问，也引起各界关心。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总统 Trump 继续咧甲伊朗施压。Trump 是强调讲，停火一旦破期限就要到啊，也就是咱台湾时间明仔早起8点进前，伊朗就要放弃核武器，开放荷姆兹海峡。若无，美国就要甲伊朗境内所有的桥甲电厂拢总崩掉。Trump 是强调讲，美军伫咧4点钟内就会当甲规个伊朗毁掉。美国总统川普采取伫白宫中心，伊对伊朗的第7摆最后警告，若是伊朗无伫美当时间采取暗时8点的限期内放弃核武，而且定开放重要石油运输通路荷姆兹海峡，只要用1暝的时间，规个国家都会互摧毁，登去到石器时代。We have a plan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our military, where every bridge in Iran will be decimated by 12 o'clock tomorrow night, where every power plant in Iran will be out of business, burning, exploding, and never to be used again. I mean, complete demolition by 12 o'clock. And it'll happen over a period of 4 hours if we wanted to. 川普表示讲，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来征收通行费，应该是爱互美国来负责，而且讲对伊朗的石油资源是真有兴趣。对各界认为川普威胁攻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有可能构成战争罪。川普表示讲，伊一点嘛袂烦恼，伊嘛指出讲，美国即马当含伊朗在谈判，但最后的结果爱看对方是安怎回应的。伊个呼吁，若宣布停火，伊朗人应该起来反抗同权者。What would be your reaction if the Iranian people rise up against their regime during a ceasefire, Mr. President? Well, they should do it, but again, the consequences are great. I mean, they were told if you protest, you will be shot immediately.
川普嘛讲到美国长期资本保护朋友，但是这摆对伊朗的行动却无得到相对的支持。日本和韩国拢互点名。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Think of it. And it's not just NATO. You know who else didn't help us? South Korea didn't help us. You know who else didn't help us? Australia didn't help us. You know who else didn't help us? Japan. 川普嘛伫记者会公布救 F-15E 飞官的细节，强调这项任务是真危险，不过嘛真有价值。This was a farm, not a runway. It's a farm, but it did the trick. You would call it central casting if you were doing a movie for location. 川普强调讲，这是军方有史以来规模上大、上复杂，嘛是上惊险的作战搜救行动之一。至少动员200个特种兵，佮出动155架军机，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加油机和13架搜救机。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是威胁要甲伊朗境内所有的桥架发电厂拢总崩掉，不过这伊朗的态度有关无落软，因为官方竟然是号召少年人去发电厂集合，用肉身来保护基础设施。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呛声讲，若伊朗无伫期限内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就要崩溃伊朗所有的发电厂和桥。伊朗的官方媒体随找少年人做伙去有可能互美军列入目标的发电厂附近，以人马盾牌的方式来保护基础设施。من از همه جوانان، ورزشکاران، هنرمندان، بچه‌های دانشجو و دانشگاهی و اساتیدمون دعوت می‌کنم فردا سه‌شنبه ساعت 2 ظهر دور نیروگاه‌هایی که داشته و سرمایه ملی ما هستند بدون توجه به هر سلیقه و دیدگاه سیاسی مال آینده ایران و مال جوانان ایرانی هستند جمع بشن تا به دنیا بگن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های عمومی جنایت جنگی即马川普讲是设定的最后期限就要来啊！各方加入外交协商的行动是持续进行。美国要求先停火45天来安排后一步的和平谈判，而且伊朗停止封锁荷姆兹海峡。伊朗对这是表示拒绝，主张停火必须是永久性的。另外，美方必须保证伊朗本身和黎巴嫩真主党袂阁受到任何攻击。伊朗的交换条件是停开荷姆兹海峡，因为双方的立场完全无同，目前是变作无人要让的状况。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罗西亚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最近是落大雨，水库放起，大水冲入庄仔头，进入紧急状态。上无已经有4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超过5000人撤离。因那另外一边是阿富汗也当咧落大雨，做大水搁崩山，上无已经有121个人死亡。对阿富汗西部海拉特省去到首都喀布尔的主要公路，已经互惊人的土石流淹去，车是真歹势，一寡路段甚至出现规百个车拢掉咧的状况，爱靠火力啊冒险来救，附近的民众生活也大受影响。راهی 2 هفته میشه که بنده. مردم امور نداره که بره به خوب بازار یک شی بخره. امروز شروع شد بره همون جگاه یک پنجشنبه بازار ما داشتیم که من پنجشنبه بازار شی به خوب بخرم. 当地对3月下旬以来连续62天的大水雨，灾情已经牵连到全境34个省。大水甲山崩、松动、上青栋的厝，甲350公里长的车路淹去，造成至少121个人死亡。敢若过去的48点钟内，就26个人过身。因那巴基斯坦的边境也有44个人不幸过身。当局警告，未来阁有更较强的大水雨，除了积极抢救，也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溪水，阁有地势低的所在。镜头来到罗西亚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当地同款对3月底开始出现极端的大水雨，真侪所在发生严重的大水甲土石流，二北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初五今年滨州市的叫做如桥水坝崩爆，这严重的灾情会当讲是无比严重过。大水搁甲下骹的砖头甲田地拢淹去。伫首都马哈吉卡拉，阁有一栋大楼，伊的地基互大水冲歹去，规栋崩去。附近也出现真侪栋看起来要倒的大楼。达吉斯坦的首长梅里科夫亲身去遐视察，当局也伫暗调查，敢有行政的疏失。这届大水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2000多栋厝受到损害，5000人封闭的铁力家园，超过327000人是拄到失电的状况。当局除了积极抢救，也警告有人爱注意未来的雨量。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中南美洲治安歹，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帮派甲警方起冲突，公车去互劫去放火。萨尔瓦多的政府是掠乌刀，掠超过9万人，审判说是引起集体定罪、保公平的争议。光天白日伫咧大路顶放火烧公车，伫巴西里约热内卢，常常看到这种抢手的行为。 O carro estava parado, o trânsito estava parado. Eles entraram, pediram para me tirar os passageiros e tacaram fogo. Foi muito rápido mesmo, muito rápido. 警方加强掠帮派，乌道的保护手段也愈来愈强，常常随机放火烧公车。 tempo deles tacarem fogo, mas o terror é muito grande. Na hora a gente só pensa na família, nos filhos, né? Porque a gente pensa logo que o pior vai acontecer. 官方统计，去年就要甲200位公车司机因为压力甲惊吓症被迫停工。 E, às vezes, ônibus está utilizado como barricada, mais de 50 ficam parados e outro tanto tem que desviar o itinerário. E certas vias, como é o caso do tanque que está demonstrado aqui atrás, não há por onde você desviar. É uma passagem cujo desvio fica a mais de 15 quilômetros. 暴力唔那是威胁人身的安全，也影响城市运作。伊那伫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另外一场扫火大作战，也互民众真不安。总统布格雷用伊的执法特权，4年内掠超过9万人，也启动连续式集体大审判，加上质疑司法不公。Yo lo único que le digo y que pido que juzguen a la persona por lo que es, que investiguen uno por uno, que no se vayan al delito de otro. 有家属发烦恼，讲出来人只是上班，就甲帮派分子做阵比掠，有人批评政府打标签，并且有罪推定。辩护律师也讲，法官有当时一边审判上百人，审判真啰嗦。Así como es acá, es una fábrica de condenas masivas de personas. Un mero trámite. Ya se les está declarando culpables. 一个是乌道唱手，公车变做攻击目标；一个是严格执法，法律变做一个形式。伫安全甲政治无法度兼顾时阵，上痛苦的永远是底层的百姓。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咱头拄则是看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帮派甲警方起冲突，咱即阵边仔看到的是因当地贫民窟。不过，这个所在煞是去互旅游业者摕来做景点，组团带游客去看三只社区。 佮用空翕机来拍影片做纪念，这款行程是去互批评讲是咧消费善食人。对空翕机甲手点开，面仔点笑容，这是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叫做罗西尼亚的社区，嘛是大家讲的贫民窟内底规模上大的一个所在。山头密的厝内底住7万多人，不过这对里约在地人来讲，这的地方暴力是真济。 出入的人嘛是真复杂，若无必要绝对是袂去遐。不过，伫一寡观光客眼中，这真的有一种特殊的气氛。 Por eso, porque tienen un concepto de que es como malo, como peligroso, pero nada que ver. Siempre van a estar entre los mismos locales, sin excepción de la policía, siempre nos están cuidando. 在地有一间旅行社推出导览的行程，是在地人带游客行入去社区的街路，其中佫有一个服务，就是使用空翕机飞去山顶，甲游客翕影片，服务就要台票1000块。相关的影片足紧就伫咧网络传出去，佫有网青去遐翕影片。 Eu faço galerofemia, eu faço conteúdos fashion e eu sempre estou fazendo coisas criativas de forma diferente. E o meu público pediu bastante que eu viesse aqui, porque eu cresci aqui no Rio de Janeiro, né? E aí eles falaram, Ingrid, vai lá na Rocinha, você tem que fazer lá, tem que fazer um vídeo lá. 正前佫有业者用吉普车载观光客去社区游览，不过去互居民批评，讲甲在地人当作是野生动物咧看待。2017年，佫有游客加入去暴力事件。 互老大想到着情死亡，所以这间旅行社的创办人决定家己规划行程，甲100外个在地人培训，变做是导游，佮开发专门的 App 管理游客人数啊个位置，确认因的安全。 Então, até quando falam sobre estão romantizando a pobreza, não estamos romantizando a pobreza, não. Estamos aqui trabalhando dignamente, são dezenas de pessoas envolvidas nesse trabalho
E o grande objetivo disso tudo é mostrar o lado positivo da favela. 旅行社工作人員認為，因找到合法正當嘅收入來源，雖網講要受真濟民眾無去互說服，這個業者是把在地困難嘅生活當作是觀光景點，是咧消費散策。不過實際狀況是，不管是唔是當接受，這款旅遊行程已經愈來愈普遍。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緬甸一直咧內戰，和泰國邊境嘅山區，當地少年人食毒嘅問題愈來愈嚴重。這個解毒中心多數攏是少年人，有的是靠宗教力量解毒，也有一寡民間團體佇遮鬥相共，希望互因重新徛起。受到緬甸內戰的影響，賣毒的集團甲民兵做伙鬥棚啊，甲架機安非他命，也就是冰毒大量走私入去泰國，互泰北食毒的人佇即5年稱3倍。根據清邁大學的研究估計，2024年泰北8省內底有將近29萬人，攏至少捌吸過一擺毒品，這數字比2019年迄擺的調查加3倍。在這內底，泰國甲緬甸少數民族拉夫族正做上界大的受害者。拉夫族的人口差不多30萬人，大部分住佇咧緬甸的丹邦，差不多1/3住佇咧泰北。因為這囡仔傷過善興佮弱勢，真濟少年人根本袂曉講泰語，更加莫講找頭路，所以因甘願去行歹路，去賣毒討賺。เข้าไปยุ่งเกี่ยวบางคนก็ด้วยปัจจัยความยากจน2ก็คือว่าปัญหาพื้นที่ทำกินถ้าบางคนก็ไม่ไปรับจ้างไม่ไปขนก็ไม่มีอะไรกินแล้วก็ไปขนอ่ะ為着解決毒品走私的問題，泰國派着軍巡邏隊，帶掠毒狗入去山林，佇咧檢查點檢查要去曼谷的巴士，這個部隊佇咧去年11月拄到一陣毒販，雙方拼陣了後，毒販攏走了，220萬粒安非他命就留佇咧遐。這個毒品全部攏是犯罪集團佇咧新拿內底起的一間搁一間的毒品實驗室生產的。แนวโน้มของการขน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ที่เข้ามา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ก็จะมีแนวโน้มที่เพิ่มมากขึ้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การผลิตที่เร็วขึ้นก็คือใช้สารเคมีในการผลิตเพราะสมัยก่อนเนี่ย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ใช้ต้นฝิ่น2070年代金三角捌是全球鴉片上界加野的所在，即馬因為緬甸的內戰，邊仔泰北這片山區，佫開始咧買賣毒品。對着遮住佇咧金三角地區，今日歹毒的拉夫族少年來講，因需要的毋但是宗教，抑佫有在地團體的鬥相共，嘛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嘛愛投入資源，互因離開毒品的拖磨。公視新聞洪如梅編譯。NASA 探月任務阿提米斯2號第6天的行程是飛過月球的後面，離這地面是406775公里，比阿波羅13號更較遠，打破人類太空飛行的紀錄。不過也因為會飛去月球的後面，通訊受到影響，信號斷40分鐘。音樂聲當中，阿提米斯1號4位太空人準備開始第6天的航程。今仔日叫起床的聲音真特別，已經過身的阿波羅13號的指揮官吉姆·羅維尼，在要走的幾個月進前，特別為4位太空人錄信息，代表阿提米斯1號歷史上飛行的重大意義。Hello, my name is Sue. This is Apollo astronaut Jim Lovell. Welcome to my old neighborhood. 阿提米斯1號第4月7日進入關鍵的飛行，太空船要來射月球，這是過去人類還未到過的距離。4位太空人飛到離地面406775公里，已經打破阿波羅13號保持強尾56年的紀錄，來到太空飛行的新坎站。這段旅程會超過6點鐘，太空人會當觀察到完整的月球，包含地形、窟窿，抑個兩極附近的區域。這段旅程當中，太空人的考試記錄會正做關鍵的資訊。Probably spent the most time describing into my recordings and thinking about and looking at the Terminator. There's just so much magic in the Terminator. The islands of light, the valleys that would look like black holes. You'd fall straight to the center of the moon if you stepped in some of those. 太空人佇咧甲月球表面觀測資訊傳回來時，也建議除了加一座隕石坑，一個6號座的太空船，片名號做相信號；另外一座佇月球正面甲倒面交界所在的隕石坑，是建議以指揮官懷斯曼因為感情過身的牽手伊的名來號名。We lost a loved one
Her name was Carol. That's supposed to read the mother of Katie and Ellie, and we would like to call it Carol. And you spell that C-A-R-R-O-L-L. 汉心后港田公园甲怀斯曼小览是这届任务当中罕见的真精美。太空船驶到月球岛面的时，因为月球走动产生大约40分钟的长时，这个时阵的状况，敢若会当挖靠太空人记录的观测资讯。驶完月球了后，太空人就要回来，安装伫车闸到地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11点，同一个时间再会。